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分享收看客家新闻超知。卫福部中医药师东提下一章，是在做食品原料的汉药材分类同品控安尼嘅草案，同台湾一品上嘅保健食物，对山药、怪石、肉桂到五味子、丹参、油甘，也总共有118项，就药性分作5类来管理。其中第3到第5类，像怪石、韩国肉桂。能把单一成分强势的囤药上卖，丹参、五味子囤油甘，本人并到清凉嘅限制嘅第5类。拄好农委会花莲农改场提东埔推广种丹参，苗栗农改场因提推广种油甘，变做一片鼓励农民种保健植物，哪一片啥提限制使用范围，都引起农业界嘅受理。讲富权国家像日本、韩国因提推广五味子也得保健植物的功效，台湾啥自家提打自家。刚讲卫福部无通盘来问下，农政同医政单位系咪沟通唔拉呢？民间又有按多用那个意見呢？但下位專題，我哋對兩隻角度來報道。首先係本人表現第5類嘅油甘來講意思，做嘛聽錯愛限制使用呢？因为它算是第5类，当然会担心啊。可是现在还没有那个嘛，会啦，怎么可能不担心？实际上也有没像人的药一样的，虽然讲既有也买一部分的效果来讲，但是事实上有哈，特别做蜜饯一吃都按用的呀。请大哥，像日夜吼，上到安尼差不多哪叫值得嘞啊？哦，按样也行好久啊，都8、9年嘞，至少。苏伟康金强油甘达到结节做转设嘞，再过20年就值得。车水文6年前对公家单位退休，转到家乡苗栗公馆做工种人，他几分天田乡种油甘，照也家私已经卖到100元客家。爸爸留下来的土地嘛，唔要样去经营啊。我同事都同我讲，你买也农改场，啊，农改场还就去抢高的那个刘博士，刘博士就同我讲，也最后就会种油甘啦。最主要讲，也对人的健康来讲，是一个很当创业用的东西。也长大，佢個搞樣係這樣嘅。哎，對。農委會苗栗農改場劉雲昌博士係台灣油甘研究推廣嘅重要人物，一年頭油甘個人行結構車水本用嘅簡拍。油甘是從1950年代種當道，嗰陣時主要係做上甘甜一道，本人講係老時代冷淡，一直到較大粒嘅糖梨嘅出現過後，將淺淺木頭。油甘嘅油本來係行業油，意思係油甘面嘅果子。也種照顧起來嘛，同一般人嘅果樹啊作物來講，也係較上用講就講較健康好照顧。而雖然講講嘅木嘅樹嘅嘛，一吹啊生長嘅也一夾，但是佢嘛好照顧，健康唔驚蟲害。油甘嘅產地本來喺度印度，人講係印度勝果，連往台灣同時向下定。1661年，油甘對廣東傳入台灣，世界衛生組織還統計列做達得推薦栽培嘅保健植物，驗證一般蟲嘅唔好設計，好種對抗菌友好，故所以按多年來，同苗栗農改場嘅輔土培育出苗栗1號同苗栗2號兩個品種。全台灣以下種嘅100公頃邊呢，主要係同苗栗、南投同台中，其中苗栗最強嘅咧一般邊呢。因為佢係因上市嘅樹誒，講過年按到10生樹啊，它頭咗一種品種，啊，就總共前冇搭頭就先種啊，可能差唔多還好誒，總共前冇20片絲啊。
这条弄的母本哈，俩数个年已经差不多120遍了。桃苗林农改场地度一条树的木头，喺也台湾已经发现青老的油甘树。原从研究油甘的维生素 C 含量喺甘的60到20匹，含卡喺另个60到130匹。一日所摄10公克大概1粒果子就拉维生素 C 一日的量。要验证油甘的高抗氧化力，微服铺同做得用食品原料用汉药材平衡当中，连入千盐嘅天类汉药材，限制一日10几度嘅。我们有做过事先的学者专家的讨论，那也参考国际文献。其实，因为鱼肝子是一个大戟科的这之类的这个中药，目前有些在中医是用在血热血瘀，但是它里面一定含有生物碱。甚至在美国，其实每日的限量是在400毫克以下。因为亚洲人的体质差不多同样，故说讲啊，亚洲部分不能讲印度，或是说太平洋片啊，东南亚也中亚因为没有啊，所以讲因为讲唔讲也讲像个讲比较都同像个每个人来讲，实际上来讲，每个人嘛，基本上的身体状况就同冇买同样。苗栗农改场是提出书面意见，因为台湾中药店并冇将油甘输落去，也冇空间的指标。亚洲富裕的国家係將油甘看作一般食用果子，將印度嘅準做果子頭嘅賣。就算日本也係做一般食品，同推廣保健嘅效果。不過衛福部係參考美國聯邦食品藥物法規 GRAS 同2009年嘅規定，一年一頭400毫克內也最增0.4公克。農民建議東西方人嘅體質冇共樣，現在台灣人係準做0達1粒10公克。以下含連食幾啊粒，做出钞票幾啊10匹較加嘅，也都冇問題。我們最早民以食為天嘛，所以都是從吃開始的。慢慢有些東西發現它的怎樣吃的方向、怎樣吃的方式，或者是怎樣的一個乾燥方式、怎樣的使用方式，它所以它藥效，慢慢的它就被藥典來做收錄的。魚肝子在藥典上也是如此的一個概念，目前在台灣藥典上是沒有列的，所以其實要當做藥材，在台灣的藥典來說的話，它也沒有一個參考的一個規範。今年就開始規劃要推廣油甘合作社來普及，正它那種生產的工作，安樣就還有保障啊。故說也挨到每一個廠哈，就有推廣的品種，有一種就農民意見中的品種。做苗栗農改場嘅輔導規劃，今日交辦台灣頭一個成立嘅苗栗嘅油甘運銷合作社來震撼農民，除咗掙扎下來拿到市場上賣嘅，其他天初細造來保存，一部分販賣係講做單一嘅產品自家買賣，冇透過藥商做係違法。我們現在在推魚肝子這樣的產業的情況下的話，會牽涉到幾個部分嘛哈。我們從種植的部分、品種品系部分選完了，栽培技術部分也建立了有 TGAP 安全的一個原料部分。那農民種完之後，他沒有面臨到狀況，就說：第一個我們當作可以鮮果使用啊，它的產期在8月到10月，當作鮮果用沒問題。但是一般的水果，它採收完之後，如果還沒有馬上到消費者手上的情況下，它會有一個乾燥的需求。然後油甘一般人就不是說很了解啊，沒共同了解，他們會怕，尤其是用在我們的臉部那些，一般的它接受度沒有很高。可是就是在推啊，你沒有去推，他們怎麼可能會知道油甘的好處？現在我們的回流客真的很多，因為他們像那個有來推廣的話，哈，慢慢的哈接受的度已經蠻高的啦。油甘合作社也推出產品有當多種，對泡茶、韓國油甘乾同油甘豉到成幾產品都有。合作社同技術商品時節，千煩惱做係為到合法，天初唔好講到，實嚟會有乜效果？油甘醋釀是我們的合作社的明星商品，它對它的醋是4年提煉的醋，油甘4年提煉的醋，它吃了呢可以清血管跟排毒。我不能一直講療效呢，怎麼辦？我們中藥有蠻多的品項，其實是藥使同源。這幾年來，我想不管是民眾、學者、專家，或是中醫醫師，
和一些医药的专家也都有考虑到，是不是政府应该有做一些厘清。设计方为了加强汉药材管理，同国际法规连接，卫福部研究当中草案係將藥食兩用嘅118個平方照長度對氫單純嘅體類分級到管制氫鹽體類，體類包含山藥、帕木米等28項，第二類薑黃等16項，前香類一兩類唔會用漢藥材管理。第三類包含九條魚等15項，搶做得做搶草茶。第四類包含當歸、肉桂、金元花等54項氰度，氫鹽嘅體類，規定一日做得10幾度有彈性，以減脂等5項。要注意係第3到5類洗澡過後單一藥材，添在藥商增賣的，也再講農民做唔得自家去賣。那第三類哦，其實就是民間有一些人在使用的青草茶啦，像車前草啦，還有馬鞭草、燈籠這些是所謂的青草茶這一類。那第4、第5類哦，可能就是因為它的藥性比較強。那我們基本上希望說，它不能單一作為食品。啊，因為一個真的出來，它一定有一些有些利益的部分，有一些衝擊的部分，這是一定都會有的。那農委會立場的部分，我們是說，借由農民的一個發展，農產業的發展部分，怎麼去做一個安排跟規劃？當然，在衛福部的立場來講的話，他們是希望能夠提供消費者一個安全的藥材的一個使用。這個各有各的立場。除咗成分含量限制，衛福部販賣會照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，一道藥草包裝做唔得同本草綱目，一道其他藥典當中中藥防治名嘅強樣，比如講細菌治糖做唔得，規則是按照細菌治鹽就做得。衛福部希望這個加強溝通，農民知道藥草分類應該合乎到民間適合個人體質來提出法令，唔是這個參考而美國界。從3月初跟農委會、跟農改場、農試所溝通以後，像魚乾子這個例子，其實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有雙邊的溝通，因為從不管是農民或是我們宜蘭或是苗栗的人，也覺得說魚乾子可能是不是能夠調節血糖？那像這個課題，其實應該是從一般保健和醫療上要有共同來對話。目前有一些還沒有未知數的情況下的話，有一些是確定還是可以做的，比如說鮮果的一個食用的部分，它是當做水果在用的。好，那另外還有一些果汁的一個利用的部分，那部分也都沒有問題。那有一些它的一個加工方式，只要不是屬於藥材的規範的部分，我們一樣還是可以去做。這部分在2月份我們跟衛福部中醫藥師討論的時候，交換意見的時候，也有提出來，請他們再確認一下的。不能用講，適合按自家分類，按自家有按自家原則，唔係講按用嘅，即係講每個人用嘅按做按用嘅。為什麼？係因為講按用嘅東西有必要再繼續去做。當然講按用嘅就是說上中下游一貫嘅體制嘛，而且做好了，也就按政府作為事情。